国家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伫白色恐怖警美纪念园区设人权纪念碑哦，也毋过有真侪人反映讲，这纪念碑的名单无完整，上新一个更新的名单，8000外个受难者，即嘛是增加到17000外个，麻烦讲各界提供意见，互这份新的名单愈集全。 国家人权博物馆8年前伫园区设立人权纪念碑，有刻真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名，但这几年来，真侪受难者反映名单无交全。经过人权馆重新查证相关资料了后，纪念碑的名单对白色恐怖受难者扩展到228事件。 在去年，我们就参考了促转会他的总结报告所提出的总名单，那有收束了其他的补赔偿来源或者是权利回复平反的这些名单，我们希望可以整体的来呈现更完整的路名哦。 最近人权馆就举办人权纪念碑录名更新名单预告展，将名单人数对原本的8000多位增加到17000多位，就互人庆过也是失踪的名单，就加刻到1800位，羁押到副监化的加共有16000多位。未来的规划伫逐地石碑顶悬刻受难者的名册，希望透过完整的名单落实转型证据。讲实在啦，名单永远是无法度清楚啦。 因为遐侪人吼，即马足侪人失踪的人，拢毋知影伫倒的啦吼。但是愈详细愈好啦。你若伊这拢甲列出来吼，我是感觉讲较公平，互要研究历史的人也好，互无得较伊的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。 觉醒起来，伊要来找名单。人权馆表示，这个预告展会到2号开放民间各界提供意见，确保名单的资讯敢有正确。后续纪念碑的名单会换新，嘛邀请专家学者、政治受难者做审查委员会，互修正的工作做甲更加集中。记者梁文正、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